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24，诗篇26篇11安尼讲：论到我要照我的顺传来行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。三甲来祈祷，怜悯甲救赎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救阮的主宰，你是阮活命的源头。耶和华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，愿我的嘴所讲的，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主啊，当阮的生命陷落伫绝望的深渊，当阮伫生活的艰难中来挣扎的时，你互阮知，你是救赎阮脱出迄个深渊，互阮脱离艰难的上帝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伫所行的顶面，用纯正甲圣洁的心来行事，也伫言语甲心思意念顶面下你的心意，得主你的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每一天拢会通伫所行顶头下伫主的心意，得主的欢喜，也伊要救赎咱脱离一切艰难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